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1到15节。和合本圣经在第265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几乎就与你们无异了。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全律法的债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我们靠着圣经，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，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有功效。第7节，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阻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，但搅扰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11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15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请本堂许承凯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基督的自由。基督的自由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让耶稣基督来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自由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愿圣灵亲自看顾带领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加拉太书第5章，谈到的是自由。在开始分享之前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我们都很想要自由。如果你很想要自由的，请举手让我看一下。很想要自由的，请放下。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在谈论到自由，而且会谈论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自由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其实所谈的自由，我们都用历史来回顾，好像都不外乎需要有言论的自由，需要有生活的自由，需要有工作的自由，需要有行动的自由。那么当我们很在意我们要拥有一种自由的时刻，那相反的代表着我们也受到某一种程度的限制，或者说我们被某一种的事物所辖制住了。所以当我们想要有这样的自由的时候，可能在我们的心里就想着要跨越，要走出去，不要被限制住。但是往往有可能的一个时刻是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陷在这样的一个限制当中，却还以为是正常的。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，他在1941年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4大自由。他说，在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可以享有言论的自由、宗教的自由，不再贫穷的自由，不受恐惧的自由。这就是当时美国总统所提出的4大自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拥有自由，那么基督徒的自由又是该怎么样来得到呢？从加拉太书的第1章，我们就从保罗的教导开始。保罗在那个时刻就在提醒我们，
那个福音是从基督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就要顺从着基督的教导，去领受那从主而来的真理。要明白，我们要定睛在上帝、耶稣、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上面，不可偏离真理的教导。然后又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福音。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信了就轻看了别人。所以当我们福音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只专注在自己的身上，更不能用上帝的律法来评判别人。之后保罗也为着他在加拉太所领受到的接待而感谢他们。他也提醒着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应该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去领受到那爱的礼物。因此从保罗前面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，到今天，在今天的经文第1节里面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为了使我们得自由，所以我们要站稳，不要再被奴役的恶辖制了。从这段经文，保罗是在看见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曾经被某项事物所辖制，而耶稣基督将我们从这辖制当中解救出来。耶稣就是那位解救者。具体的来说，当我们悔改、信主、归于主的名下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解救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自由的生活。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要提醒的，他的观点是，不是脱离那个罪恶的自由，而是脱离那个被律法所辖制的自由。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不是叫我们在意志上、在思想上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而是叫我们从心里，特别提到的是那个良心，脱离罪的责备。所以基督徒的自由，我们可以说它是在良心上的一个自由，是要脱离被罪辖制的自由。有的人说，我为了取得上帝的喜悦，所以我就死守了这些律法条规，可是他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得到上帝的接纳，与上帝亲近的那个自由。所以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得到自由。他命令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隶的恶所辖制。这是一个命令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去买东西购物，我们买了很多的东西，提得非常重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承受了极大的重量，可能在走路的时候脚会不舒服，手会不舒服。我们背负了很多的东西，不断的把很多的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。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恶，我们也可以想象看，一头牛，它背着一个轭要犁田，这个轭是非常的重的，所以它在走的时候，它就要花尽很多的力气。但是当这些东西卸下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理就得到轻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们的生命里面，此时此刻是否正背负着许多的恶，背着许多的重担？这些重担有可能来自于自己的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却无法满足；也有可能来自别人的眼光，因为你在乎别人给你的肯定；也有可能来自于传统律法的要求。所以等等的这些重担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被这世上所有的要求所压倒了。我们心里就会陷入说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做的不够？或者是我应该如何做？这一种自我定罪之中。不过基督代替了我们承受了这一切。
在我们过去所读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第3章13节说，基督承受了这些咒诅，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所以律法这样的一个重担、一个重恶，其实它的功用是要保护我们，可以正确的走向上帝的心意，走向上帝要带领我们去的目标，指引我们向前来走。所以我们不是谨守着法律，被律法所捆绑，反而是要看见以及知道，上帝颁布律法是要让以色列人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明白，上帝才是掌管万有一切的主宰。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才成为义人。所以保罗要我们明白，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辖制。透过他对加拉太教会的提醒，他再一次的从割礼这个问题，要加拉太人清楚的知道，不要被过去那种传统的观念，这种观念就是你要先割礼，你才能成为犹太人，你成为犹太人，你才能够得到救赎恩典的确据。这样的观点其实不要被影响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保罗在今天的经文提醒，如果在那个时刻你还谨守了这一些的教条的时候，那么你与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没有连结在一起了。所以保罗提醒，如果你要坚持接受这些传统教条的割礼的时候，你就要遵守所有的律法，不能够只选择性的说，我只要遵守这一项，我不遵守那一项，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，或者是只想依赖律法做出与上帝合宜的一个关系。我们只想到自己，保罗说，这样子我们就会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切断了。保罗提醒我们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任何的途径以及方法可以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以及凭着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，如此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才会紧密的连结在一起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信靠耶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，而是圣灵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工。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圣礼典里面，或者是在过去这段日子，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受洗。在他们受洗之前，牧师都会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话。在谈话的过程当中，我都会问一个核心的问题是，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受洗？当他们讲出他们的原因，讲出他们的选择，看似是他们自己决定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，但是我从他们的分享以及他们的谈话的过程里面，我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，我看见圣灵动工的这个痕迹，以及圣灵做工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所能信的不是靠我们做什么，而是依靠着圣灵的带领。所以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，有没有受割礼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个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唯独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并且紧紧的抓住，将这样的事情放在首位，放在第一位，其他的事情就放在后面。所以真正爱上帝的人，会用他的信心表达出爱的行动，而不是死守着律法，说我一定要这样做，死守着那些规定，说这样做才能够得救。因为从内在所领受到的生命，远远比一切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多了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所领受到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说我领受了我就停留。今天的经文第7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向来跑得好，谁拦阻了你们，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有时候我们一停留，我们就会忽略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常常用赛跑
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。他说，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跑得好，不单单只有信而已，不单单只有你接受而已，更要用行动来走出来，来回应上帝，而且是要顺从真理来做。所以，也就是在生活上，在为人处事上，你要应用出来。一个健全的基督徒，他是信仰与他的生命与他的行为合在一起，他的行动表达了他内在的信仰，他的内在的信仰影响了他的行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人来看见。所以当保罗他过去在加拉太教会，他在服侍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参加了这一场赛跑。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保罗在他们旁边，所以保罗看见他们跑得很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将他们从捆绑中释放了出来。他们也看见了，他们已经走在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的自由里面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保罗对他们其实是一直很放心的。不过当保罗离开，他再一次听到加拉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，他说他知道了他们出现了问题，因为有人拦阻了他们，给他们错误的信息。这个错误的信息就像在跑道上赛跑，突然有人插入了，插进来违规了。这个违规会影响到选手最后得奖的荣耀，也会影响着选手的生命安全。所以保罗特别强调，而且他坚持，他在信仰上没有退让的一个商量的余地，因为保罗所传的是基督十字架的福音，他不传那个割礼的重要性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是保罗一直在持守以及维护的。自由我们都想要，但是你想要享受这个自由，你必须付上代价。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自由。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，有几次的机会可以参与在更生团契在监狱的服事。透过在监狱里面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自由的可贵。人犯罪之后，就会进入到监牢里面，长期的在那边被控制以及被规范，被限定你只能穿怎样的服装，你只能吃怎样的食物，你的睡觉、工作、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定存在。所以当这些受刑人他们离开监狱，他们站在监狱外面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了其实不是可能在监狱里面劳动工作口袋里有一些钱，他们得到的是那个自由。这也是每一个被关在里面的人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。可是他不能一直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他就没有向前来走，所以他必须做一些事情。可是他不习惯拥有这样的自由，所以一下子他就无法度过，他就回到了过去的生活。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来运用他所拥有的这个自由，他就回到了旧的行为当中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无形的监狱把我们困住了。例如学生离开了学校，失去了师长的一个鞭策，他就不知道我该如何来读书了。小孩一旦离开了父母的掌控，就不知道怎么样来独立生活。也有些长者退休之后，失去了生活重心，他们退化的速度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座监狱，我们好像都活在监狱里面，我们不习惯拥有自由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隶，当摩西带领他们
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刻，他们也不习惯有这样的自由，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不断的被上帝调整，不断的被上帝琢磨。保罗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保持着我们所想要拥有的自由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细心的，而且有意识的去生活。他说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隶的恶所辖制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自由马上会离我们而去。教会今年是50周年，我看见教会的同工在做纪念刊物，在收集这些历史的资料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想着过去，我们一样要继续向前来奔跑。我们所要看见的是教会的未来的10年、20年。记得在上个月信徒讲座的时候，我们邀请到谢志摩教授来分享。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吗？他问的是：青少年是教会未来的希望吗？我看见有人现在在点头，是，他们真的是教会未来的希望。可是谢志摩教授说错。他说青少年是教会现在的希望，所以代表着我们不是在那边等候，我们现在就是一起，而且要给所有的人机会来接受训练，使每个人都有能力。所以借用这句话说，教会要向前走，那么教会的希望在哪里呢？或许你们被我误导说是在那群青少年，是在儿童的身上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教会的未来其实没有错，要交给他们，但是教会现在的希望是在座的每一位。教会未来现在的希望是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现在就要做，不能停止，我们要一起做，我们不分年纪。这个礼拜才刚刚结束夏令营，其实从夏令营当中，我们看见这群青少年真的是教会现在的希望。无论是大专生、高中生、国中生，他们的投入的服事，他们带领着小朋友在这个营会当中经历到上帝的爱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当我们每一个人蒙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享有上帝所赏赐的自由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基督徒的自由，我们并不可以随便来使用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第13节到第15节，他说：兄弟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。这是我们确信的，我们要得到自由，但是却不可以做3件事。第一个是，基督徒的自由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纵肉体。自由是很重要的，刚刚前面提到的，无论是你的言论自由、你的思想自由、你的等等的所有的自由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绝对不可以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绝对不可以。因为自由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也很危险，不可以将放纵情欲的机会放在自由里面。基督徒的自由是最开放的，那个开放代表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带领里面是不犯罪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是做上帝儿女可以与上帝无拘无束亲近的一个自由。但是他却说不是没有限制的，他有限制。这个限制就是按着上帝的真理教导而行。事实上，放纵并不是自由，反倒是更加可怕的捆绑，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。今天我们从今日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充满着这样的一个言论，充满说这样的一个自由，每个这样的说法都成为奴隶。他们会很公开的谈论个人的自由，谈论自由的爱，
谈论自由的生活，事实上，他们都成了私欲的奴隶，因为控制不了自己，就放任了自己。基督徒的自由却是完全的不同。我们不但不能，而且是不可以放纵私欲，而且是已经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有是我们拒绝由本性来控制我们。耶稣已经将这些恶的事都定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。那么我们所得到的保证就是，圣灵必叫他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长大成熟。第二个是，基督的自由不是剥削邻舍的自由。在第13节的最后面说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基督徒的自由不是凭借着个人的喜好以及为所欲为，也不是不顾他人的利益和幸福的自由。基督徒的自由是可以毫无畏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去剥削邻舍。事实上，上帝要我们不可以去忽视或忽略，也不可以去虐待我们的邻舍。我们要用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命令是什么？要我们爱他们，要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要用爱心来服侍他们，绝不可以将邻舍当作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工具。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邻舍，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还未相信、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无论他们信与否，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以及上帝所爱的宝贝。我们要去服侍他们，我们要为别人的利益来牺牲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叫别人为了我的利益来牺牲。因此，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侍人，不求自己的利益。基督徒的自由还有第3点不可以做的是，不可罔顾律法的自由。经文的第14节说，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。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了。这句话我们要非常的留意，而且要专注的听，因为保罗说的不是彼此相爱而已。这个爱，你不能说我彼此相爱，我就破坏了这个律法。其实我们要比的是，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相爱是为了成就律法。上帝接纳我们，他没有要求我们先要去满足律法。上帝在乎的是我们相信了没有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就担当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就救我们脱离了这一切的捆绑。在那个时刻，并没有说你要离弃律法，不遵守。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借着守律法蒙上帝的接纳，我们是因为信而被上帝接纳以后，我们因为有爱上帝，上帝就赐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去遵守律法。罗马书第8章第3到第4节这样说：称义虽然不是靠律法，是倚靠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成圣却是在于遵守律法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我们爱上帝，又爱人，而且确实的去遵行上帝的命令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真的就在遵行律法。因为上帝的全部的律法就在这一句“爱人如己，爱邻如己”这一句话里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因为蒙召得到的自由，这样的自由是与上帝和好的自由，是脱离辖制的自由，是良心的自由，是不放纵肉体的自由，是不占别人利益的自由，是不废弃律法的自由。因此，凡是蒙耶稣基督所释放的人，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自由，会因着圣灵的帮助而节制，会凭着爱心来服务别人，
会因此而遵行律法，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为了使我们得自由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站立在其中，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恩典的同在，你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得自由。你让我们蒙召的这个自由是那么的奇妙。虽然有这个自由，虽然我们会滥用，但是你依然不放弃带领着我们。愿主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放纵自己，不占别人的利益，而且遵行着律法。愿主你亲自看顾。此时我们要用新的诫命来回应你的爱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